贞子，什么叫做永恒？永恒是一种信念。谁是你的信念？我心中的一轮明月。当月儿走进我生命的时候，那个瞬间就成为了我的永恒。因为前世约定了你和我，今生邂逅在网络。经过多少轮回，多少坎坷，为你痴情迷失了自我。伤离别，受尽了相思的折磨，泪水流成了一条河。